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南投一个国小大课的男老师真白目。伊到台北来看张惠妹演唱会，讲可能就是伫迄个所在喂着病毒，转去学校，佮喂互伊的学生，即摆人当咧隔离。啊，伊开直播竟然讲，这个确诊了后，互隔离，薪水降领，佮唔免扣钱，那会无较早来确诊咧？讲这个话，互家长看到是非常的生气。这是安怎咧做人的老师咧？无加强防疫，无打紧，佮喂互学生，事后佮伫遐咧拍拉梁练笑话，实在是有够超过。教育处甲学校嘛认定无妥当，已经介入调查，上当的处罚是甲改聘。好，为什么不早一点确诊？不用扣钱。伊是南投一个国小老师，顶摆有去台北看阿妹演唱会，敢若因为安尼倒着病毒确诊，甚至佮传互家己学生啊，人佮伫咧隔离，煞开直播讲这段话。薪水照付县府会帮你出代课费，增效诶。拢家遮大就好啊。伊讲隔离唔免上课，更免扣钱，甚至佮讲先怎买较早确诊咧，互看到家长拢心肝火抖。为着伊个学生啊已经确诊啊，伊既然个面子这直播面顶里啊咧讲笑讲片，这种人有资格甲人做老师吗？为人师表讲话，这样太夸张了。家长认为，伊做人老师无做好防疫，佮上北去看演唱会，当时因兜厝的人有家口劝，希望伊莫去人济所在。毋过伊嘛是去啊，想要到倒着病毒了后，伊佮开直播讲，是安怎买较早较紧咧？敢若无要猜扣伊传染学生，身体敢嘛安怎？代志公开了后，老师紧录影回息咧。非常的抱歉，就是跑去台北看演唱会。然后染疫，然后传染给同学，非常感到非常的抱歉。不过，伊言论已经透过直播放上出去，教育处和学校已经开始调查。确实是不妥会由学校进行了解，召开考核会议处，最重的那个是进行解聘。根据教育处了解，这个老师是聘用的代理老师，佮担任导师，煞无加强防疫，倒互家己学生了后，佮开直播黑白讲话，学校看了真害头，嘛应该袂佮改请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